之美要怎么样才能够近距离的体验呢？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年特别规划了来去客庄住一晚的专题形态，就希望能够透过感受客庄白天与黑夜，让您能够更爱客家。而今天这一集，我们深入了花莲罗山村，当地有许多别具特色的民宿，有些没有电视，却有属于花莲客庄的热情，等着迎接我们的到来。有田野美景、翠绿山林环抱的花莲罗山村，是一个拥有自然景致的美丽乡村。呼吸新鲜空气，还能体验客家炒米香的乐趣。炒米香跟爆米香很不一样哦，用的是加热过后的盐快炒，糙米变得颗颗饱满，每个人都能轻松上手。拌入糖浆，再依个人的喜好加入上柳丁皮、花生跟芝麻，这可是以前在客家庄经济又实惠的点心，配上擂茶就能迎宾客。老板，这怎么会有那个柠檬的味道？我说是橘子皮啊，橘子皮哦，对橘子皮放进去是会比较香哦。对啊，加杯鲜。哇，我们到了。哦，你来玩哦？对啊。罗山客家庄的热情也不能错过，一定要来这里住一晚。梁妈妈的客家民宿就很有人情味儿。来个，这个是凉拌江汉凤梨。热情接待的梁妈妈也一定会招待古早味的客家菜，道地的客家小炒绝对少不了。不加味精，靠火候还有新鲜食材虏获房客的胃。最受欢迎的就是梁妈妈牌的梅干扣肉了，因为梅干是自己动手晒的，品质跟口感绝对挂保证。吃饭啦，吃饭啦！就算你只有3个人，梁妈妈一样是请你满满一整桌，不怕你吃不完，就怕你吃不饱。我习惯大盘了，他们说哦，这样你敢没叹气？我说，哎呀，我说讲，我就尽量煮出来呀，给人家吃这样。静谧的夜里有雨声相伴，在这里吃晚餐真的很有妈妈的味道。有很多外国旅客吗？有香港的啦，美国的还没有来。有一次要来，我说语言不通，我不敢去。睡在这里也很有意思，因为简单的大通铺绝对可以让你睡个好觉。而注意到了吗？这里没有电视，这当然有原因的。就是要来这里玩，要体验晚上就在外面吃饱了，就在外面聊天泡茶。哦，有看看那个萤火虫啊。在罗山村客家庄住一晚，真的可以让游客好好感受大自然。翠绿的山林保鲜了罗山村的悠闲，咬一口炒米香，薄盐的简单调味衬托糙米的原始口感，拥抱后山客庄的感动时刻。